好，除咗教下嘅词汇牢记嘅以后咧，接下来就是机器嘅教学。教下嘅短片地图啊，有讲到环境保护嘅相关嘅对话，比如讲就做啲来问人，到底样办去保护了环境？比如讲，垃圾做啲乱抌毛，韩国咧海洋做啲污染毛，合法到底面对呢个问题嘅时间，样办去来回答咧？比如讲，唔做得讲，环境保护要样办做？来听下南市演讲。环境保护要样个做，环境保护要样个做。嘅意思啊，就是环境保护要怎么做呢？首先唔可能做对老人讲，做唔得乱抌垃圾。听下南市演讲。做唔得乱接垃圾，做唔得乱接垃圾。嘅意思啊，就是不可以乱丢垃圾。同样嘅问题了，环境保护要样办做？唔好去海船嘅人啊，可能就會講做唔得污染海洋，不可以污染海洋。再來咪係同樣嘅問題了，環境保護要樣辦做？平常時生活地圖就做得做到嘅，就係乜嘅？要做好垃圾分類。來聽下南市演講。要做好垃圾分類，要做好垃圾分類。嘅意思就係要做好垃圾分類。好，今日嘅詞彙啦，記型就分享俾大家咧。唔過唔知大家全部要記起來嗎啊？忘記起來係冇？冇關係，沙地就係記型複習嘅部分，請大家繼續聽定嚟複習吧。今日學到了2道嘅記型了。